南韩乐团张基和与脸孔们成军10周年之后解散，他们在拆伙前举办了系列活动，还挑战高难度的耳机公演，限定30名歌迷参加，因为能听到更细腻的演唱，无论是乐团成员还是观众，都觉得十分。南韩乐团张基和与脸孔们为了让歌迷听到最高品质的音乐，举办了小规模的耳机公演。戴着耳机听得更加入神，还能够拿起耳机做互动。这场表演选在首尔的小剧场举行，限定30位歌迷参加。他们之所以会举办耳机公演，就是想打破距离对乐声的影响。仔细一听，有没有戴耳机，声音真的不一样。乐团主唱张基和，人与人之间都有段自在的物理距离，例如对恋人来说，黏在一起虽很自在，但若是好朋友，大概在2公尺，若再前进就会稍微感到不便。同样的，表演者和观众的关系也有一段自在的距离。老实说，让我自豪的是，在这样的设定下，还能表演得很好的人其实很少。张基和骄傲表示，耳机公演更考验实力，没有几个音乐人能做到，观众也大力赞赏。观众，我就坐在张基和的正前方，在最靠近的位置，有感受到交流和共感，觉得很棒，更能集中在音乐里。整场表演从新歌到招牌曲，都一一透过耳机传送到歌迷耳里。若是发现声音太大或太小，也能及时做调整，让歌迷大赞新鲜，也为解散前的他们留下独特新尝试。